你好，歡迎返嚟。今日我哋會講下點樣建立你嘅成功超結構。而家你可能會問，呢個係咩意思？呢個係幾樣嘢嘅結合。如果你真係想增加你成功嘅機會，加快你嘅增長，如果你想增加成功嘅機會，有兩樣主要嘅嘢會幫到你嘅，係你嘅人際關係同埋你嘅環境。你可能之前聽過呢個，可能未聽過，但係有啲人可能需要提醒一下，因為今日呢個係一個小小嘅意識挑戰。所以第一樣係你嘅人際關係。我從一位導師，佢叫 Jim Rohn，佢話你會成為同你相處最多嘅5個人嘅平均值。俾我睇下你同邊啲人相處，我就可以睇到你嘅未來。或佢話你會開始做佢哋做嘅嘢，去佢哋去嘅地方，講佢哋講嘅說話，食佢哋食嘅嘢，過佢哋過嘅生活。呢個就會係你嘅人生。對我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可怕嘅警醒。環顧四周，我心諗我偏啊，我需要做啲嘢去改變呢個情況。所以我想請你做嘅第一件事就係睇下你生活中嘅人，你需要將佢哋分成3個唔同嘅類別。好，第一類唔係按重要性排序，但係第一類係嗰啲令你分心嘅人，令你偏離目標，佢哋令你分心，令你無法專注於建立你嘅事業。所以如果佢哋令你分心，無論係咩形式，你嘅責任就係要減少同佢哋相處嘅時間。你唔可以再花咁多時間。你花了很多時間和某個總是讓你分心的人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以前花1日同佢哋相處，可能而家只花1個鐘；如果你以前花1個鐘，可能而家只花5分鐘；如果你以前每日都傾偈，可能而家只係1星期傾1次。但係你確實需要限制自己接觸分心嘅事物，因為專注係非常重要。所以第一類，如果佢哋令你偏離建立事業嘅目標，你需要學習有紀律地減少相處嘅時間。設立好界限，少啲同佢哋相處，明白嗎？就忙住做其他嘢。第二類人係嗰啲積極阻止你從追求呢個行業，追求你嘅卓越。第一類人，佢哋係令你分心；第二類人係令你氣餒，佢哋成日想喺你心中種下懷疑嘅種子。對於呢類人，你需要願意花費時間，而呢個係人生中最難嘅決定之一，就係願意唔再同一個你以前常常相處嘅人花時間，因為你唔願意犧牲你整個事業、你整個夢想、你整個目標，因為佢哋不斷令你氣餒。你唔可以俾嗰種影響毒害你嘅思想。所以我唔係話呢個決定容易，但係我話呢個決定係重要嘅。如果佢哋令你氣餒，你需要學識盡量少花時間。最佳嘅情況係唔花時間喺嗰啲積極阻止你追隨目標嘅人身上。第三類人係嗰啲推動你向住目標前進嘅人，嗰啲鼓勵你追隨目標嘅人。你需要多啲時間同呢啲人相處，盡量多啲時間同嗰啲思想比你大、信念比你強、賺得比你多、技能比你高、鼓勵你、推動你、挑戰你、相信你嘅人相處。
將自己圍繞喺呢啲人身邊。我們這個職業的偉大之處在於你可以找到這些人。喺你嘅公司入面，你可以喺你周圍建立一個責任結構，每日都提醒你嘅偉大。所以如果佢哋令你偏離目標，令你分心，就少啲時間相處。如果佢哋令你失去信心，對你嘅目標盡量少啲時間相處。如果佢哋推動你追隨目標，就多啲時間相處，明白嗎？所以第一樣嘢就係你嘅人際關係，做一個小小嘅審核，將你生活每人放入呢3個類別之一，然後按此行事。第二樣你需要檢視嘅係你嘅環境，你喺餵養你嘅思想啲乜嘢？當涉及到你嘅環境時，你需要做2件事，你需要保護你嘅思想免受負面影響，唔好讓佢進入你嘅腦袋，唔好讓佢進入你嘅耳朵，唔好讓佢進入你嘅眼睛，唔好讓佢進入你嘅思想，保護自己免受負面影響、分心、氣餒、負能量，保護自己免受呢啲影響。呢啲係負面方面。喺正面方面，你需要餵養你嘅思想，成為 Insider 嘅一部分，係呢個過程嘅一部分。閱讀、聽播客、參加培訓，圍繞住呢啲人，係你嘅工作去創造呢個保護泡泡。你嘅人際關係同環境嘅結合，你容許乜嘢輸入進入你嘅大腦，係編程你成功定失敗？你容許乜嘢人圍繞住你，係推動你走向成功定失敗？你嘅人際關係同環境，所以你嘅任務係咁樣，係你嘅工作去創造你嘅環境。所以提高你對於你容許乜嘢人同乜嘢事進入你生活嘅意識，創造好嘅界限，並願意承諾遵守呢啲界限。呢係你嘅工作，今日就開始，我聽日見你。